大家好，今日我會帶大家進行一啲喺屋企都做到嘅上身運動。我哋會先熱身，再做5個動作，每個動作之間會有少少休息嘅時間。畫面左下角亦會有時鐘倒數俾你參考。做呢啲動作，你會需要啞鈴同埋拉力帶。如果冇啞鈴，可以用屋企入面類似重量嘅物件代替，例如罐裝飲品或者裝滿水嘅水樽。喺開始之前，請留意呢幾個安全小貼士：1. 按照住自己嘅能力做動作； 2. 要着住合適嘅衫同鞋； 3. 適當地補充水分； 4. 確保身邊有足夠嘅空間；最後，記得要隨時按需要休息，千祈唔好勉強自己。準備充足，事不宜遲，我哋即刻開始啦！熱身運動，側步跨身出拳，30秒。雙腳打開至膊頭闊度，膝頭微微彎曲，手握拳頭擺喺心口前面。開始嘅時候，將一隻手臂向身體對角線方向出拳，翻去深蹲位，換另一隻手向第二邊出拳，左右交替。運動1：啞鈴肩推，40秒。企直身，雙腳打開至膊頭闊度，雙手拎住啞鈴喺膊頭高度，將啞鈴向上推。途中保持核心肌肉穩定，唔好拱背。放鬆嘅時候慢慢有控制咁將啞鈴降翻落膊頭高度。20秒休息時間。運動2：阻力帶拉背，每邊20秒。阻力帶一邊翹住腳弓，另一邊用一隻手握住，手掌向天，手臂自然咁伸直垂喺身體前面。開始時收緊肩胛骨，將阻力帶拉向自己身邊，直至手踭貼近腰部。慢慢放鬆，將阻力帶拉翻去起始位置。做完一邊，可以轉做埋另外一邊，做20秒。20秒休息時間。運動3：靠牆掌上壓，40秒。面向牆企，雙手打開至膊頭闊度，向前舉起放喺胸口高度，手掌貼牆，手指向上。彎曲手踭，將胸口靠近牆，身體維持一條直線嘅狀態，推翻去起始位置。做嘅時候記住收緊胸肌、手臂同核心肌肉。20秒休息時間。
運動4，二頭肌彎舉40秒。用雙手握住啞鈴，掌心向前，手臂自然垂落喺身體兩側，手踭貼住身體，用力收緊二頭肌，將啞鈴彎舉上去，舉到膊頭高度，再慢慢控制住咁將啞鈴放返落去起始位置。20秒休息時間，接住落嚟係最後一個動作啦，加油！運動5，三頭肌伸展40秒。用雙手握住啞鈴，將啞鈴舉高過頭，手臂完全伸直，保持上臂唔喐，彎曲手踭將啞鈴放返落頭後，再用力將手臂伸直返上去。做嘅時候記住收緊三頭肌，唔好擺動手臂。而家只要將動作1至5由頭按順序，時間再做多一次，呢個上身運動就完成啦。係唔係好簡單呢？呢5個動作唔需要複雜嘅儀器，喺屋企都可以做到。等我哋一齊多啲喐動身體，維持健康嘅體魄啦。下次再見。